上次同大家睇咗柏龍嘅3房單位，今日再同大家睇一個實用面積977尺4房套嘅單位。入到嚟個單位，我哋先睇咗個廚房先。廚房係 L 型嘅備餐區，都好好用嘅。再入到嚟呢度就會係工人姐姐嘅房間，姐姐房都有獨立嘅浴室，方便姐姐有自己嘅私人空間。廚房嘅空間都好足夠，可以入到3、4個人都唔會覺得逼㗎。跟住出返嚟就係一個日字嘅大廳，客飯廳都好分明。入到嚟呢度就係第一間客房，都放到雙人床同埋一個衣櫃嘅。發展商喺現樓嘅示範單位都放晒家私，放晒家私之後都仲有好多空間，好好用㗎。入到嚟走廊嘅位置，先同大家睇咗個客廁先。呢度係第2間客房，發展商而家做咗書房，但係其實一樣放到雙人床同埋衣櫃嘅。呢度就做咗小朋友房，跟住同大家睇埋個主人套房。主人套廁係有窗，係明廁嚟㗎。主人房呢度，發展商放咗一張大嘅雙人床，都做到3邊落床嘅，仲有一個衣帽間嘅位置。最後最重要就係同大家睇埋個單位望出去個景觀，呢度望晒成個度假式園林美景。如果有興趣過嚟睇現樓嘅話，喺影片下邊有我哋嘅聯絡方法，隨時聯絡我哋帶你哋過嚟感受下啦。下次再同大家介紹更多嘅物業，拜拜。